成條村嘅人都去晒祠堂，佈置陳婆個靈堂，停咗3日，跟住吹晒滴滴打打咁送去下葬。原本只係尋常不過嘅喪事，但係入土為安嘅陳婆回魂啊，仲生多咗條白蛇尾添，咁就有事發生啦。陳婆都幾可憐㗎，中年喪夫，有3仔1女，個個都順順利利成家立室，而佢自己都行晒成個甲子節走。唉，有次佢喺村口個井打水，跣一跣跌斷咗尾龍骨之後就癱咗啦。正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個女嫁咗出去，間唔中3、5個月返嚟睇佢一次，已經係不得了啦。而嗰3個新抱就嫌棄佢家窮遠婆失禮人，而各自又有僆仔要照顧，點肯真心真意伺候埋呢個冇錢嘅窮奶奶啊？每日求其咯，餵啲湯水餓佢唔死，就算仁至義盡啦。而佢3個仔就算係咁啦，輪流同個老母擦背倒尿，啲村民都話陳婆冇白養佢哋一場。唉，陳婆呢一攤就係7、8年，鄰居去睇佢，佢又唔講嘢，淨係眯埋雙眼，默默流淚，成個人瘦到皮包骨咁。冬天冚住又重又厚又實嘅棉胎，夏天啊，借塊祝君早安就算啦，裏面咩都冇着。3個仔粗手粗腳，點會照顧得佢舒服細緻啊？村裏頭同輩份嘅老人家都嘆氣話：唉，真係臨老唔過得世啊！終於陳婆往生極樂，村裏面嘅人總算鬆咗口氣，幫陳家將喪事辦好佢咯。嗰排天氣好凍啊，陳婆裏裏外外穿咗10幾件壽衣。當地講究嘅係老人壽衣，穿着嘅件數越多啊，兒女就越孝順，家裏就越有福氣。村裏嘅人都唔知幾咁羨慕啊！可惜陳婆嘅頭七尾七都未過，村裏面就鬧起鬼啦。最初嘅時候，陳家老三最細個仔鬧出嚟先嘅，個孫仔5歲多啲，夜晚點氹佢都唔肯瞓。佢話嫲嫲喺屋企嘅橫梁望實佢，佢好驚，驚到係咁叫，大大聲咁叫。佢老豆老母一聽嚇到仲驚，
唯有揞實佢個嘴，唔俾佢再嗌出聲。到咗第二日、第三日夜晚，陳老二同陳老大屋企都出事啦。啲細路話夜晚聽到屋裏面咔嚓咔嚓咔嚓咁響，嫲嫲就盤喺梁上，眼裏發着青光，身後仲拖住一條白尾巴。但係一着燈，梁上嘅黑影就唔見咗啦。陳家三個兄弟卻異口同聲咁話：冇咁嘅事，冇咁嘅事，係啲僆仔仲細，夜晚發惡夢，亂咁講啫。冇幾耐就到佢哋個堂兄屋企出事啦。堂兄屋企喺夜晚仿佛真係見到陳婆攀爬喺屋梁上面。朝早瞓醒，見到地下一堆木糠，擔梯爬上去一睇，哇！條橫梁竟然被嚼咗一大塊啊！如果條屋梁真係斷咗，咁全家老亂都會砸到變屎餅啊！於是堂兄走去揾啲三個堂細佬，要佢哋賠屋梁嘅錢。四兄弟一見面喺後花園係咁傾，係咁講，烏枝嘈閉。最後嗰三兄弟唔肯賠，堂兄忍無可忍，一氣之下對園裏園外睇緊熱鬧嘅鄉親父老話啦：呢隻鬼係陳婆鬧嘅，陳婆都未斷氣就被活埋啦，肯定係冤魂不散，化成厲鬼返嚟索命。點解陳婆又要揾埋我呢個侄仔？因為當日蓋棺上釘嘅時候一定要4個人，而我收咗呢3個堂細佬嘅釘棺錢，而被參與其中。蓋棺當日，當蓋上棺材板嘅時候，明個個睇到陳婆嘅眼角有眼淚流出嚟，喺白晒嘅臉上衝出一條發黃嘅淚印。